肖鼠嘅朋友今年咧同太歲係相沖嘅，咁亦都係犯太歲嘅一種，代表咗今年咧受到衝擊、對抗同埋交戰。咁今年咧如果辦喜事，咁例如結婚、生仔同埋置業，都可以能夠一起擋三災嘅。今年只得一粒吉星係月空星，咁呢粒吉星咧亦都冇其他星同埋一個宮位，所以嗰個吉星嘅力量唔係咁大。咁肖鼠嘅朋友今年咧有心理準備啦，咁要迎戰咧未來，咁面對變化嘅一年嚟嘅，咁包括咗人事同埋工作、家庭方面都可能會搬屋、搬寫字樓啦，同埋或者係去外地工作，咁亦都會較為奔波勞碌嘅喎。空星就比較多啲啦，咁包括咗歲破、大耗、欄杆、天哭。咁今年咧家居咧不宜大嘅裝修。尤其喺西北方、正東位同埋正北位動土，咁凡事咧盡量冷靜同埋忍耐，隨機應變，方為上策嘅喎。咁今年咧投資咧就要審慎啦。咁財星黯淡，投資或者係投機宜守不宜攻，更要留意下家中嘅長者健康會變化嘅。咁整體嚟講，今年咧要沉着應戰，面對未來。肖鼠星運錦囊，咁年頭咧就最好拜太歲啦，求翻張化太歲符護身。咁亦都可以帶一隻墨玉貔貅，消災化煞嘅同時，亦都係催旺財運嘅喎。咁今年咧多去正南、西南位旅行，咁吸收多啲好嘅磁場，多啲參加下慈善嘅公益活動啦，又或者係捐款俾慈善嘅機構，咁亦都係正面應破財運嘅喎。咁以上嘅方法對肖鼠嘅朋友好有幫助㗎。